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半导体龙头台积电。今年的5月宣布，要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去设5奈米的晶圆厂，即卖有突破性的进展。国外媒体报道，亚利桑那州的政府官员已经批准了，当地政府将要提出到美金2亿5千万来改善当地基础建设，来迎合到台积电美金120亿的投资。 号称幸福企业的台积电则宣布讲，要替台湾在业甲分红的员工要调薪23%，积极要留人才，可能是知影讲，伫美国设厂有好消息啦。亚利桑那凤凰城的官方伫昨无意见通过甲台积电开发的协议。凤凰城的政府会开2亿5千万的美金，要改善基础的建设，拢是为着要迎接台积电120亿美金的设厂计划。 不管是台积电在美国的布局，还是说，整个美国政府本身、美国本土企业对于晶圆代工这边半导体的需求，甚至因为国安军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要哈，那当然大致上可以透过这个台积电的5奈米这边的一个产能来供应。 美国方面配合台积电设厂，想要到台北股市无理想。台积电开盘的价是497块，有小可落价，固伫490块。分析师认为讲，长期布局对股价短期的表现无一定有绝对的关系。不过台积电龙头地位依然无受影响。